大家好，我係達文西博士，今日要同大家窺探一下實現時空穿越嘅科學方法有邊啲？知道啦，文西博士。首先係時間穿越，之前講過，每個空間對同一時間線嘅運行速度係唔同嘅，所以最基本嘅穿越時間方法就係揾到一個時間運行非常快嘅空間，入去一陣，然後再翻出嚟。對你嚟講只係一出一入嘅事情，但係所在嘅時間線已經經歷咗好耐。同樣，如果揾一個時間運行非常慢嘅空間，你入去訓練又好，打機又好，瞓覺又好，玩足幾年行翻出嚟，原本時間線嘅人睇你就好似啱啱行入去就即刻出翻嚟。咁其他人見到咪會覺得我突然變老咗？係㗎，所以要去咩精神時間訓練屋呢啲錢，你要有心理準備，你比其他人快樂好多。咁有冇時間倒流嘅空間啊？當然有啦，入去時間倒流嘅空間之後，如果睇出去外面嘅人就好似倒帶咁倒翻轉頭，同樣外面嘅人睇到嘅你都一樣好似倒帶動作咁奇奇怪怪，係咪好有趣呢？不過以上都只不過係你自身嘅時間感受間接穿越，真正穿越時間或者空間需要有強大嘅外力嚟影響，令到時間同空間產生扭曲變形，最終原本不直嘅時間線同空間之間產生咗某一點嘅連接，建立咗一個通道，任何人都可以透過呢條通道做到穿越，比如話蟲洞、黑洞、時空裂縫等諸如此類。不過上述都只係意外造成嘅通道，冇辦法準確咁指定某時某地，所以實現時空穿越需要好似坐太空船進入太空一樣嘅交通工具，俗稱時空穿梭機，或者老坑一啲嘅叫法，閃電傳真機。只要你利用穿梭機達到高速度、超音速度、光速度，直到超越宇宙膨脹嘅速度，令到身體開始變成等離子狀態，咁就可以無縫咁穿越各種空間同時間，係咪好簡單呢？原來係咁㗎。當然，如果你本來就係一位法力高強嘅人，已經做到隨時隨地都可以喺時間線同平衡世界之間構建一條無形嘅通道，連接兩邊，同時構建一道門，咁就係最簡單、最直接嘅方式。不過平衡世界多如繁星，點知自己可以選擇去邊個世界？唔通同隨意門一樣諗就得嘅咩？識條鐵呢個問題非常好，簡單時空穿越都係一對一嘅明確穿越。要想有多種選擇，高級嘅穿越者會去到一個特殊嘅空間，裏面有一對多個世界穿越可供選擇，就好似有無數道門嘅車站一樣，選擇一個你覺得啱嘅世界或者時間咁就得啦。切，你鳩噏就易，好似我依啲美若天仙嘅弱女子點識咁多啊？其實穿越依家嘢，話易唔易，話難都唔難。有人話科學嘅盡頭就係玄學，例如喺佛教當中嘅六道輪迴，包括天神道、人間道、阿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同埋地獄道。呢度講嘅道就係通往上述不同空間嘅方法嘅意思。佛教中呢個通往不同空間嘅方法就係嚟自於大家嘅心境，究竟係行善積德、無惡不作，定係碌碌無為？根據唔同嘅修行同心境，死後嘅靈魂就會被天使帶入天堂，或者被死神帶入地獄。順便講一句，做燕仔就可能被帶入地獄道中最深嗰層空間無間地獄。無間地獄嘅時間幾乎係停止嘅，每一日如同幾百億年一樣難受，所以冇咩事就唔好做燕仔啦。其實識條鐵同各位一樣，每日都可能有進行時空穿越到唔同世界。咦？點解嘅？只係因為時空穿越嘅特點所帶嚟嘅副作用，大家都唔記得晒。冇錯，就係發夢。有人話每個夢境就係一個平行世界，你可能就係夢入面嘅主角，另一個平行世界嘅自己，或者係夢入面只係一個觀察者，觀察住唔同嘅平行世界，甚至夢到自己嘅未來。各位有興趣嘅話，醒翻之後馬上攞筆記低夢嘅內容啦。總之，穿越嘅力量非常強大，甚至涉及到世界創造同毀滅嘅力量。科學知識冇辦法解釋嘅力量，就會簡稱為神力。下節課題為 SD 之神，記得翻去複習啦。落課。本期 SD 研究所完結啦，希望各位大佬中意啦。有什麼意見建議歡迎留言，求大佬們一鍵三連。我係你的識條鐵達文西，拜拜。